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无存后步，台语安尼写，无存后步，不留余地，没有预留退路，台语讲无存后步。你敢有需要安尼歹清清，甲话讲甲真棒，拢无存后步。你甲钱开了了，无存后步，下摆的日子是要安怎过呢？你甲人拢派出去，无存后步，那临时有状况会找无骹手。做人做事，唔通无存后步。有一句俗语讲：人情留一线，日后好相看。无存后步的存办，伊就是存办要甲我闹开。大头家要来巡视，伊手骹念手，存办要好好啊发挥一下。存。虽然即摆公司是你咧做主，但是若有重大的决策，也是甲老头家报告一下，表示尊存。存死，伊即摆是存死要相拼，根本无惊半人。今仔日的台语字无存后步，实在真趣味。